樱桃小嘴一点红，亭亭玉立，跟我年轻时候有一拼，一脸的旺夫相。你年轻时候哪有这么胖？我年轻时候胖过。你爸，你问你爸去。哦，是。是吧？你那个小文你好啊。你好。你好，那个妈，你看你们大屁股，你有什么大屁股？妈，你怎么把这女孩带到我工作的地方来了？哪一条规定你妈不能来你工作的地方？不是，那你不能把这女孩怎么不能带来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们现在赶上好政策了，都放开了。你给妈声音不一定再声音大小。哎呦，我这都哪跟哪儿啊？哪跟哪儿啊？有什么区别啊？你这弄伺候这马伺候这么多年了，是不是？这马这左一窝右一窝的，你这一窝都不窝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23生你，我今年我53了，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家？你能拿这人和马比吗？怎么不能比？人是人，马是马，怎么不能比呀？有什么区别？我现在工作太忙了，我没有时间谈恋爱，我没有时间搞这种事。不用谈了，我就直接给你带来了，这一个步骤就可以省掉了。这什么？就把这步骤省掉？把这步骤省掉了，我们俩就直接生孩子？怎么了？你哪有这么回事？怎么的？这回事怎么了？这回事我看挺好的，怎么了？你这亲我相不了，你就把这女孩给我带走。我这么大岁数，大老远的来，不是，妈就求你这么点事儿，那我不是你都不答应。不是，那这你要是真不答应，我跟你说，你爸这2年身体也不是那么好，我也找你爸。不是，我跟你爸。妈，行，我答应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行，别哭，好吗？啊，行，别哭了啊！找我哭？那个有什么事咱们回宿舍说去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这叫着他，叫上小文。哦，哎，小文，那个咱们走。好嘞，走，小文。小文还会唱歌呢啊，会唱歌，那嗓子跟夜莺似的。小文唱一个，唱歌，唱歌，甭不好意思。哎呀，那就别唱了，甭不好意思，唱，你刚才唱的可好听了。那个什么山，那个山，唱。人人那个都说你听，不是。不是少年，好风光。唱那个，小文，唱那骑马的那个。我们多人巧克力吧起源于澳大利亚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店里主要经营巧克力、甜品、咖啡，还有我们自己进行研制的一些健康的新鲜蔬果汁。这是我们的明星产品，您可以看一下。啊，他们看起来都好好吃的样子啊。那这样吧，以后我们会所的就全部都从你们这儿订。哎，谢谢您。来。啊。叫你。哎，冬眠。他们是啊，这是我的母亲啊，这是我的同事冬眠，这位是，小文。小文。以前都没见过你，这姑娘真漂亮，好像从电视里边走出来。不是妈，那个，要不然那个你们两个先在那边咖啡馆等我一会儿啊，我跟我同事说话，他们说话。等会儿我一会儿过去找您啊。这上班服这穿的容易。是啊，我一会儿过去找您去啊。不是啊，什么情况啊？什么情况？我妈过来看我来了。我不是说你妈。那女的呀，那女的那个是我妈一朋友啊，朋友？装什么装啊你？你说你跟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真是朋友，我不骗你，真是我妈一朋友。那个什么，冬眠，我先进去陪我妈去了啊。咱俩有时间再聊啊。我喜欢你这样漂亮，你这朴实，我就喜欢你这样脚踏实地，我实在。这刚才那个年轻姑娘是谁呀？啊，是你们这儿的吗？我怎么没见过？啊，刚来的。你不许跟她交往啊！年轻姑娘穿成那样，大白天的，没几个好人。人家那是工作需要。他是我们马场会所的总经理，所以经理，我没见过经理啊！啊，经理，我这口红啊，穿着这纱窗的衣服给谁看？给大马看啊！我说不许交往就不许交往。不是，
渴了，来跑半天就唱了半天，喝水，喝水。路上。妈，我都这么大岁数，你能不能别当着这么多人老说我？成。儿子提出意见，那我就应该虚心接受。我不说，你们说。好吧，阿姨，我先自我介绍吧。好，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小文，今年24，再就听说博士欧巴又帅气又有能力。谁是博士欧巴？博士欧巴就是博士哥哥的意思。哦，成。你说。阿姨老跟我说，博士欧巴可帅气了。我今天可算是见到了阿姨。玩得帅吧？嗯。人家说完了，该你说了，你说话呀。哦，那个，我叫博士啊。其实我也没什么好的，我就是马场的一兽医。兽医多好啊！我听说啊，喜欢小动物的人可温柔呢。是啊，你想想这人，他这个小动物他都欺负，他对人他能好吗？对，我儿子心眼好。我这哪有小动物？我这全是大动物，你也都看见了，这都是大马。这多有男子气概啊！好，马好。哎呀，我就喜欢这孩子跟我，咱俩行，咱俩上班行。对呀。你成，我坐这儿，你们说话这个人不方便哈，我上外面等着去。哎，妈，怎么着？让你们说会儿话还不成啊？啊，这歌也唱了，自我也介绍了，人都给你带来了，怎么着？你在这儿，我们也能这么聊。点事儿都不能答应啊？这么点事儿，我。哎，好，我不聊啊。你好好聊，你小文你爱看书，有学问，你们聊。博士欧巴啊，你是不是害羞呀？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呀？那我先说吧。我就喜欢像博士哥哥这样的，温柔又细心，身材又好，说话声音也不大，特别有气质。哎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？有呢，轮到你了。啊。